而家，今明中國2026年第二季實盤爭霸賽正進行得如火如荼。對參賽者嚟講，實盤交易嘅樂趣唔止喺行情博弈，仲有實實在在嘅福利驚喜。除咗盈利大師賽同勝率達人榜兩大主要賽道之外，今季今明中國實盤爭霸賽仲有做任務抽金幣活動，特設海量 Wolf 金幣獎池，參賽者參與就可以瓜分，冇套路，100%中獎。最高可以攞到200瓦 Wolf 金幣，每一次按次抽獎都可以得到實實在在嘅 Wolf 金幣，令參賽者付出一定有回報，令每一位交易者都可以滿載而歸。做任務抽金幣活動玩法簡單易明，賽事期間參賽者完成任務就可以獲得抽獎機會，每位參賽者每日最多有3次抽獎機會。隨住實盤爭霸賽持續進行，Wolf 金幣嘅價值會不斷釋放，成為參賽者交易路上嘅得力助手。今季今明中國實盤爭霸賽所有獎勵兼中兼得，獎池總價值20萬美元。參賽者喺爭奪實盤爭霸賽排名現金獎勵嘅同時，順手完成任務抽金幣，一邊交易賺錢，一邊抽獎抽到爽，收益同福利雙豐收。唔好讓現金大獎同 Wolf 金幣喺池入面等，行動起身就係贏家。今明中國2026年第二季實盤爭霸賽報名通道持續開放，報名成功之後就可以獲得88美元交易優惠券同8美元注資回贈券各一張，仲可以加入大賽專屬群組，同各路選手實時切磋，喺競技之中共同成長。